马尔巴上师开始摄受文喜，向文喜传法，给文喜关爱，向文喜引路，讲预言。文喜遵照上师的预言，不分昼夜地赶往南方达尼扎岩洞中修行了11个月。来，你慢点儿。哎，来。徒儿，我的徒儿，你做这观修已达11个月，坐垫一直是热烘烘的，这很好啊。现在可以打开封闭的洞门，到师傅我的跟前来解除一下疲劳，谈论一下你修正的情况。我在山上去等你。孩子，你出来了没有？你在里面吗？师母啊，我不忍心插回洞门的。哎呀，没关系，这是甚深秘法的一大缘起。再说上师脾气暴躁，如果错乱因缘就不好了。我来拆掉洞口，你快出来吧。遵命。上师您好。徒儿，对于教授升起怎样的定解，出现了一些什么验证和知见，你从容地诉说一遍吧。依靠根本上师及师母难以报答的恩德，弟子有了一点知见和定解，在此向您禀告。我了悟到，由无明等12因缘生出现在的身和识，又了悟到，轮回大海是产生苦难的根源，最难解脱。这回我依仗救度众生的传主，您的大力证悟到，要得到彻底究竟的解脱，所谓的我是不存在的。也就是说，人无我，但要使证悟到这个，就得靠真正的智慧。综上诸义，现在瑜伽士所修正的空性、平等、无可言说、无可分别等，这些就是与四灌顶相应金刚密乘道次第的见解。我证悟到，比如人饿了，听到食物是没有用处的，要吃才行。欲求证悟空行，只了解它的意义还不行，还要修行才行。又了悟到，特别是证悟圣观的方法，在出定后还要一心不乱地勤修积资忏罪才行。为了把所理解的求得见证，身体应让其劳顿，饮食应让其粗劣，心应使其随遇而安，一意想法，死随他死，一切平等一位，应当这样去修持。对您恩重如山的上师和师母，我未能供养财物，愿以修行作为有生之年的供养。现在好了，徒儿，我们对你寄予的期望终于实现了。我的这孩子竟会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。现在你回闭关洞去，阿妈帮你气封洞门。来，慢点儿。师母，我去了。
孩子，你有长期修习使得成佛的大手印和那若六法教授，但是却没有经刹那观修即可成佛的殊胜的千石夺舍教授。快去请求马尔巴上师吧。这个妇人虽然是空行母的打扮，但不知道她到底是空行母来遇事呢，还是魔女来作账。不管怎样，我的上师是佛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不了解的，我最好去问问他。上师，徒儿，你不严格闭关修行，有出障碍的危险，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呀？上师啊，有一个打扮成空行母的妇女，叫我去求刹那间可成佛的千石夺舍教授，这是预言还是障碍呢？如果是预言，请上师传授。哦，让我来看看。徒儿，那是空行母的预言。当年我从印度回来的时候，安琴那若巴曾经提到过夺舍方面的话，但是讲没有讲，我都记不得了。来，我们找找看吧。好的。这个有没有呢？还是找不到啊。哦，孩子，我去印度求学千石夺舍教授，我没有回来之前，你就严格闭关修持。大妹妈，给我准备黄金和路上所需物资。啊？你说什么呀？你年纪大了，途中会很辛苦，而且独自一人去会有生命危险，千万不要去啊！大妹妈，我不是为一时而去。有预言说，求得这个殊胜的教授能利益众生。这次我就是死也要去，所以你准备好供养品。是。